有啲人對訂造家私都幾抗拒下㗎，咁啊驚陳列品睇落就幾靚啦，咁但件貨呢送到翻屋企就貨不對版啦。嗱，如果你都有呢個擔憂嘅話呢，不妨喺裝修嗰陣要求師傅將製作同埋裝嵌家私嘅步驟全部都喺單位內完成晒。咁一嚟就唔怕件家具太大件入唔到 lift， 而且出到嚟嘅效果呢可能會更加好添，駁口位都少啲㗎。今次介紹嘅設計單位位於大埔日龍灣，屋主係年輕嘅內地新婚夫婦，計劃喺3至4年之後先至生 BB。兩口子住喺呢一個3房2廳嘅單位，空間都夠鬆動，所以設計師可以騰空一個角落俾屋主做文青。Terence， 點解你要喺客廳呢個位置增設一個小地台呢？屋主佢哋本身兩夫婦咧都好中意睇書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製造咗呢個小空間俾佢哋咧，就可以平時放工之後嘅話有一個舒適嘅地方俾佢哋可以睇下書啦。咁放假嘅時候佢都可以嗌啲朋友過嚟，就有一個空間俾佢哋坐下 gathering 下咁樣，咁亦都會有呢啲做到呢啲咁嘅 cushion 仔俾佢哋坐喺度可以舒適啲。單位用咗好多柔和嘅色調，好似白、藍、灰色同埋木材去營造北歐風格，出嚟嘅效果既簡潔又不失時尚。設計師喺懸空儲物櫃同埋地台底都加咗暗燈槽，增添客廳嘅空間感。喺天花亦都安裝咗多個盒仔燈，時尚得嚟又可以避免用吊燈帶嚟嘅壓迫感。全屋有多件大型家具，包括電視櫃、衣櫃、書架等。設計師請裝修師傅喺現場開料製造，務求將駁口位減到最少。咁 Terence 見到呢間屋好多家私咧，都係凸凸後冇乜駁口位嘅喎，點解會有呢個效果呢？一般嘅設計公司咧，咁其實佢哋就會係國內生產，跟住就現場裝嵌啦。咁其實咧咁樣嘅話就會多咗啲局限喺度嘅。咁例如個 lift 嘅大細啦，咁啊跟住個廳個走廊位啊，跟住嗰個大門入口啊咁樣。咁所以咧，如果要做啲大型嘅家私嘅話，好似呢個電視櫃啊呢啲咁樣嘅話咧，咁其實佢就要斬好多件嘅。咁斬好多件之後嘅話咧，咁就會多咗啲駁口位咯。咁但係咧，我哋嘅做法咧，咁我哋啲師傅現場做嘅時候咧，就可以度啱嗰個位咧，咁就開嗰件料嘅時候就會一定係 exactly 就係嗰個大細咯。咁所以咧，側邊嗰啲收邊條其實我哋基本上都唔會有。為咗令空間更加寬闊，設計師喺主人房做咗啲手腳，可以擺一張大啲嘅床。其實咧，出露台嘅門口咧，原本係去到呢個位置嘅，咁所以咧可以用嘅空間咧，其實就唔足夠啦，咁只可以做一張4尺嘅床。咁於是我哋就決定延伸幅牆身到呢個位置，咁我哋可以做一張5尺嘅床啦，咁同埋亦都可以放到個床頭櫃嘅。咁但係我哋就亦都唔想嘥咗木板後面嘅位置啦，於是我哋就做咗個架，咁就可以俾戶主儲下物咁樣咯。設計師將梳妝台放喺床邊嘅窗台，可以慳到唔少空間。不過上落唔算太方便，亦都要小心化妝品跌落張床度。咁再睇下其他客房啦。呢間而家用嚟招呼內地親友，將來就會用嚟做小朋友房。咁雖然屋主兩夫婦啦仲未有小朋友，不過已經準備定一間小朋友房。不過設計師啦就冇將呢間房設計得太幼稚嘅感覺，因為啦小朋友大個咗仲用得，反而用咗啲好色彩繽紛嘅圖案去取代。呢間客房更加簡單，放置睡床同埋衣櫃之後，剩低嘅空間唔多。由於大部分嘅家具都係即場開料、即場裝嵌，木工費用花費最多，佔單位總裝修費2/3。